继续来看立法院是不是要恢复到经济组立委的质询权？立法院长韩国瑜昨下晡调集到党团来协商，结果民进党甲民众党的总调郭建明甲黄国昌因为插嘴的问题爆发着冲突，致使着协商来破局。这黄国昌是去批评，讲郭建明一再来示范安怎违反规矩，互伊是忍无可忍。啊，郭建明是回呛讲，自头到尾，伊敢若用6秒钟补充内容，黄国昌就大声加嚷。郭建明讲，黄国昌的情绪的管控还阁加强。你在讲话，我在插话吗？讲话是有够大声，可见你看外境，民进党立委党团的总调黄国昌不办讲话时，和民进党的党鞭郭建明插话，真哩生气，党团的协商破局，代志也未算。从总召到他们自己的立委，全部不守规矩，全部。我讲了6秒钟，他就可以咆哮致辞啊！我想很良心的建议，心理素质应该改变。是讲争议嘛，都要解决。民进党团提出讲，无论委员迟到还是早退，时间照算。韩国瑜是认为讲，明定个别委员质询的时段，点名时若无够，就宣布休困，等到时间过为止。请问你认定的基准时点是什么？你如果要我看内容，那个内容大有问题啊！黄国昌是推脱支持啊，当一个协商代表，不要说我要回去看看再问一问再来。双方是你来我往，是讲改变议事规则，这是大代志。上直接影响除了是立委以外，还有行政官员。议事规则已经在那个地方，那怎么这个现场如何处理？原则是可以处理的哈，要有可以弹性应用的。官员一直以来都是在上面等，所以应该一直来讲，我觉得不太会有他们等待的一个问题。进前要求几下摆补考的民进党立委洪新汉拜二无出现伫议场，是以书面质询。民进党团是强调讲，透过书面的质询，有缘有益的效果。未来党团提出国会改革法案，会将这个议事规则要改变嘛纳入在内，施教伫公堂之上，接受各阵营的检视甲讨论。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